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平頭客家體學堂。今日來到前灣嘅太和橋體育場喎，我來印你做乜雞咧？個故仔變有湯啦。今日5月，主席沙拜何培輝先生留言俾我，要看到我客家體育堂咧，攞我錢到好多錢，其實想通過我平頭潛在嘅香港嘅親戚，如果家公家婆咧都喺香港過去嘅，家公喺木棉下附近咧，家婆咧喺橫台山村咧，由於我咧識得橫台山嘅村莊，有查到木棉下村嘅村莊，聽話我都將一條舊嘅便利會2號開咧，攞一條村莊聯絡上咯。今年9月咧，亦都買張飛機票過嚟香港。潛到有2個村莊，佢再來木棉下時候咧，就發現咧，佢喺搭木棉下分支出去嘅河背村呢邊咧，就介紹係呢邊嘅村莊何志賢先生俾佢認識，有條認識就要發覺大家好投緣，因為18兄弟，所以咧，其實好感謝我條，因為佢條喺客家體育堂嘅鐵款，好想嚟咧。來訪問嗰條鄉下，所以我就來到呀前灣太和橋啦。在體育場行上一個隧道，沿着一條向上嘅斜路，看到左手上一排一排嘅村屋，有2層呢，又有3層呢。我多數都有2層呢，行幾分鐘就行到河背村嘅村公所啦，又就到何志賢村莊啦。而帶我參觀嘅條祠堂，有祠堂翻新嘅啲喎，幾時翻新啊2004年。都翻新過20年喎。有。好靚下喎。係。有條祖先打嚟邊來啊？我哋招財喺梅縣過來嘅。梅縣過嚟。300年前左右啊。300年前左右就來啦。來啦。太河頭。太河頭啊，前灣咯。以前我前灣啊。係最前啊嘛。年紀年輕嚟講都好有意思。係啊，結叫咯。結叫好。係咯。哦。有條淡香村嚟啊。係淡香河咧。河背鄉香河。係啦。我哋太公就係何耀先。一名落嚟啦。家婆啦，都用喺羅格睇佢落嚟。我之前係介紹喺2隻村地杯長輩俾人認識，又就喺何先民村莊，又就喺財務顧問黃玉賢先生。嗱，我哋要以前慢慢講下河背村呢啲樹，嗱前話喺檢視河背村做乜嘅？我河背村嘅，就喺河立杯喎。哦，河立杯呢條河？以前就喺太河啦。太河頭呢條？係啊。哦，呀，河背村全部抄落嚟啊？係，太山河。抄河，有幾多年啊？有300年左右。300年左右。係。咁啊，全部人都喺除香港出嚟，係咪要問我搬遷位？有。搬咗去好多咯，搬咗去加拿大啊、梅吉啊、演吉啊、馬來西亞。前晚啊，長義啊，條後手嗰個飯喎。哦。比較受人過去愛嘅沙條角咧，食價要叫價到以前演吉啊，以前沙條角知道，沙條角知道，係啊，前晚要後啲，冇人多，但係都要。沙條角太高就多，因為招發正啊嘛，用以前當工作嘛，喺度明朝咯。最就喺前晚咯。係啊。佢就杯城城市嘛。有條以前耕田耕到幾多年左右啊？政府少一條田地啊，辦全呢件事啊，要6億，只有辦全。係啦。所以啊，村嚟只可以叫6億買過嚟。6億65。正式咧就64年後都買上來。哦。政府個見到有地，
就愛珍sau，係啦，也都屬於山邊咧，佢嘅水稻啦，係啦，係啦。要睇下政府邊人嘅， Q 春嗰陣時咧，要屋企定機開嘅、合法嘅銀行咧，就而家都排翻要交用 T 便宜。海陸 T 咗，係啦，或者 T，因為好多條村都人家排咗來啊，得6、7條村隊， 6、7條村都人哋嘅水稻人家排。係啦，嘅水稻，係啦，由嘅水稻去送到中渠廠啊，睇下，係啊。人哋嘅水稻要幾條村啊？河北村啦，板門橋啦，楊屋啦，還有海北、鹹田、雙培涌呢幾條。哦，這有幾條都係人嘅水稻。係啊，可能好壯觀啊！這一路都非常之啦，一路嚟。冇錯，都踩過啲山嘅。踩過那邊，係啦。有啲水嘛可以去啊。垃圾都收錢嘛。以前咧，啲全部嘅耕田啊，養豬啊，要貿易海邊捉下唔係啊。要了村民喺攞跑最見啦，福來村呢啲啊，係燒海照呢啲跑落啫。呢陣時河北村對出海邊來啦，也叫來300幾日打嚟來啊。我就喺在河南呢邊來啊，在河南呢撐一路搬過來，去到磨煙啊，喺度地方啊，落腳。一路搬落嚟，小姐磨煙直接搬過來。搬過來。有冇攞磨煙咧？有研究嚟喎。冇呢啲。但係有出盤嘅嘛，就小姐磨煙咯。我哋喺盤要，再喺廚房要。要廚房要。出盤要上。要上。出盤應該好靚啊！係啦。做杯料豆嘅。人都8年啦，有冇嘅出糧啊？2年都貢獻過嘅。河北村咧。要就在東江總隊咧，呢陣時咧大二半夜之前咧，都叫個後工員，同埋咧都對我哋祖國傳個後代嚟嘅，東江總隊梯隊長嚟嘅，呢就梯隊長佢按咗乜嘅名啊？佢按咗何作潤？人家以前有條車河北村先有冇嘅自家學校？要三村。三村要教學校，唔得都放飛去我哋啦。冇錯。係啦。掙錢咧先做要3村咯。掙錢先時都冇，全辦得自家學校嘅。要全辦共學，德善教會，同埋全靈堂，自家學校嘅多數教會嘅呢陣時。基督教啊，同埋天主教嘅。一般在來之前咧，多數人都在祠堂讀書嘅。讀書啦，去過老會睇佢喎，以前有咁多學教會喎。係啊，我哋老睇正5、6、7年前咧，7歲8歲嗰陣時咩在廟國讀書，你睇我個廟國。我知，陸陽先生啦，嗰陣時我個廟國。客家人阿媽樣啊嘛。係啊，阿媽樣啊。咪嗰時有填海啊。填海先時5幾年啦，要幾年填啦。7幾年要讀書嘅先，而且要對啦楊木頭要存一用。做一用。做一用，楊木要擺上嚟嘅啦。做好貴。有啲客家。所以我有個同學咧，都出咗楊木水一年。有字面過嚟，以前嗰時用水田嚟啊。成晚都可以過去爽海爽田啊！以前咧，開咗個塘橋嚟，再潮搞條梯下，喺度平梯喺度揀地田住搞條梯，一年都上咗山出嚟。上下前晚以前，越望去全部都田，種樹洋菜種洋樹洋雞，見啦睇河頭啊，睇開頭開來，睇開啊，做下開。前山兜對落都係開來啦，長山兜對落係啦，對落都係開來啦。小房谷一面啊，做喺田開田兜出來嘅。前山兜咧，都喺海邊來啦。長山兜出去硬車海邊，對落都係開來啦。對落見咗開來。係啦，我每一個沙廠我哋全部都係開屯兜嚟。沙屯兜冚唪唥都停出嚟嘅。哇！5個人5地啊！啫咧。沙屯兜好長噶嘛，而且係啊，
A 條客運都停出嚟嘅。啊，即係時候偷到啲海餅嚟嘅。係啊，而家見拉有啲人講客家話講得比較衰，成日講危險啦，但係也紅天都唔該講咯。而且白梅就學啊，要 hea 啦，看嘢面偷嘛，佢話打田偷嘢面偷學下啦，人一定要用咩？慢慢學啊，一啲學啊，我多聽完，多聽完。香港客家用嘅20到60歲， 60就係話講唔通啊！除非就而家把堅持到要講一條，係啦，唔有的。唔多啦，唔多，真係唔多。後多車亦要少少訪問啊。多謝多謝多謝。